當我成為導師之後，先係真正成長嘅開始。你一開始嘅時候唔係做呢一個基本課程導師，唔係做呢行。咁其實我最初都出嚟做即係 middle office 啦，就唔需要見下點解我會走去做導師咧。其實呢粒種子咧，自從我上完基本課程之後，我就已經埋藏喺個心入。因為對於我嚟講，基本課程其實係改變咗我人生一個好大嘅部分，令我真係重新去認識、選擇對於我嘅力量。咁但係我亦都知道，成為導師我有好大嘅代價，即係要修身啦，關於自己自我成長、自我提升，需要好多嘅功夫嘅時間啦、精力啦，我知道都要。對於我嚟講係追求我個夢想啦，成為導師一個10幾年嘅夢想。你成為導師之後，你自己生命當中有咩唔同？我以為我成長咗好多之後去做導師，但係後尾我發現原來當我成為導師之後，先係真正成長嘅開始。因為我發覺每一次做完 training，雖然我可能有啲嘢會教到佢哋，或者係傳遞俾佢哋，但我都好真心地話俾佢哋聽。其實由佢哋身上，我係學到好多嘢，好多唔同人嘅經歷，俾到好多啟發，好多個學習。嗰個係令我係最感恩，我當時有呢個決心成為導師